他正式水更飯下神揾老襯，好容易過骨。如來佛八仙基督天主聖君都請得，呢要見女祖關帝觀音，請我戚法願壇共金剛降到壇，都似七八膊頭指罪而殺，全係靠呃，多多少少我都刮，靠粉財白，滿天神佛，生意套套有金八。唉，一個人撈世界呢，都最緊要醒目。想我大碌木，書又唔曾飽讀，揾工打呢，高又唔成，低又唔熟噃，成日兩餐勞勞碌碌。哈！後來靈機一觸，搞呢樣請鬼請神兼文卜，全靠嘴頭十足，居然撈到荷包脹卜卜。一個人住2、3千尺新屋，出入汽車又路又仆，收入啊仲好過做總督啊！最可惜就寡人一個，仲未享過女人福啫。咦？乜咁早有生意噶啦？請入嚟，請入嚟。先生早晨。太太早晨，早晨，請坐。好好好。太太你想請神啦，抑或問鬼或者占卦呢？睇過先，占卦30元，問鬼100元，請神200元。哇，乜咁貴噶？減啲啦。冇價減嘅，我功夫又靈又準，都唔憂做。你估自天獨地嘅咩？咁貴，我都係占卦罷咯。隨便啦。你想占求財卦，抑或家宅卦、行人卦或者謀望卦呢？我占心事卦。心事卦有咩心事啊？你即管講出嚟，我至笨得神落嘅。哎呀，講起呢，我哋一把火另一炸啦。我個老公黃百萬最近變咗性，識隻狐狸叫做阿興，佢為阿興冷落我，氣壞我，心中恨難平。哦，佢人發達忘舊情，將我難為仲氣頂，一日到黑半妖精，冤家太負情。哦，咁我同你起支卦先啦。拗拗交交交叉，哎呀，弊，黃太呢支卦濕滯喎，玩下手唔得了添。哎呀，點解啊，先生？一字咁前啦，卦內四處就丙寅丁卯，丙屬火，寅屬虎，隻老虎乸俾火燒，丁姐呢俾人一腳掟出去，卯即係卯希望咁解，你話驚唔驚呢？係啊，咁點算啊，先生？照我睇呢，你一定要同你開壇作法，請齊啲諸天神佛同你收服嗰隻狐狸精，黃先生呢就自自然然就從頭你個懷抱噶啦。咁唔該，你即刻同我開壇啦。開壇啦，咁就要壇金先為格外留神噃。得，呢度250蚊，嗱，我俾個你，唔使找啦，快啲啦。好啦，開壇。分享1拜請，分享2拜請，分享3拜請，請到又聾又啞，陰夾10倍殺，買大開細就殺，買細開大又殺，莊家開為大小通殺扣打。又嚟
請到北方古草紅蘇大帝，大癲大肺啊！世界嘅影帝亂車亂帝，我呢吉帝胡天胡地溝頭啦！又嚟請到南海嗰邊成個面黃，非洲黑口黑面大王，潮州個鱷魚王，音樂廳兜蛇王，無上裝酒吧條線王啊！好到弟子虔誠奉請。皆因王澤出現狐狸精，迷到百萬富翁頭擰擰，將賢妻冷落不理家庭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班齊天兵天將，捉隻妖精混入情。搞到起身啦！嘿，恭喜你啊，王太！7749日內，我包嗰隻狐狸精無蹤無跡，你哋兩夫妻呢就重溫舊好，白髮齊眉噶啦。哎呀，咁就真係唔該晒你啊，請啊，先生。好啊！哎呀，又作咗2嚿半水落袋，邊個夠我威？哦，又有老陳，請入嚟啦。哦。大明星乜咁賞面啊？請坐，無事不登三寶殿，一心想嚟請你指點下迷津啫。嘿，客氣。阿洪星先生想問咩事呢？冇，我搞咗套戲，所有編劇、導演、主角、宣傳、燈光、佈景、攝影都係我一個人殺起嘅。呢套戲嘅成敗呢，對我非常影響，所以特登嚟請教下時吉時空啫。難得，你咁好魄力嘅，非常有心思，一人彈七味，認真慳水，認真好奇，我包你賺，實好多生意，圖片猛收，你梗窒你，欲知其利，就開壇問，想呢出戲大爆棚，求女祖先師啦！哦，木叔，我想名利雙收啫，有乜理由要請女祖先師啊？哦，舊時戲行個黐線靈王啊，全靠聽祖師話，至撈到風生水起，唔請女祖啊，請邊個神仙啊？係噃，一於照請可也。好，不過人屬禮生，開壇費呢就計翻個折頭啦。錢銀唔緊要，照十足。嗱，2尺水。哦，咁就多謝夾成為啦。開一堂。歌聲鑼鼓響叮當，女祖先師講道唱指點迷津，將話講佢話鬥成幾位，唔使慌買飛舞龍，多歡唱包你唔驚呢。會魔王啊羅拜祖先啦，在聲鑼鼓響叮當，女祖先師啟如夢，揀個好期來開話，水防落雨又打風，佢話軍閥勢凶，你唔好碰啊，提防三腳呢。個李小龍啊喲，再拜祖先啦。三聲
不話引到鹹濕宮，終須有日龍穿鳳，你就答謝神恩呢，永無窮啊喲！三拜祖師啦！好啦，洪生，哎呀，今回咧你想窮都幾難啦，祖師保證你盆滿缽滿啦，係就好啦。點會唔係啫啊？唔通女祖都會車大炮咩？嘿，多謝多謝，請啊，請。我車大炮嗰度弊咧。先生早晨。係啊，師太早晨，有咩貴幹啊？冇，我攞嚟請貴嘅。哦，呢度冇請貴噶噃。點解人家話而塞請是貴嘅？哦，你嚟問米係嘛？得，請交100蚊啦。好。啊，師奶，你請邊位家先啊？姓名、籍貫、年齡，請講清楚出嚟，我易請得多噶噃。哦，我本身姓魏，老公姓齊，原籍廣西，佢個名叫做大計，43歲就一命歸西，今年60歲齊。好啦，陰司閻王殿愛攞人情，發張通行證大貴最親情。哎呀，歐雲大師都拜啲上嚟，有位師奶，佢姓魏嘅見夫婿，專更以花甲，籍貫廣西姓齊，落咗下邊17載，生性係叫名大貴，帶佢上呢一度，傾下大概冇問題，如辦妥當善燒金銀酬宴席兩位。切！唉，罷了我好嫌棄呀！陰陽作隔，許波年長，為將夫朝夕暮相，叫我好不凄涼啊！哎呀，阿貴，乜你轉咗把聲嘅？齊啊，你有所不知，為夫在地府，蒙閻王關照，封為孖寶先生，身在官衙，又剛官化了。哦，你死咗都有官做？正啊是。齊啊，相親為夫，有何時間？唉，問起我就傷心咯。草埋身土後，令我為難，做到嘔血，在家像坐監，每日吊住三餐，家婆受難，做家嫂嘆啊，由朝做到挨晚，晚黑又燙衫。何老爺，可恨畜生真好蛋，居然亦起山眼，哇啦啦！為夫境界不超異啊，再認你到陰司離苦難。唉，阿貴，佢唔識我識，骨肉親情，無謂難為佢兩個咯，一於帶我落去罷咯。弊在我陰曹地府，另取紅顏。吓，呢個
個斬頭鬼居然攞妾侍，我要同你試過。哎呀！啊，師奶，師奶啊！喂，哎呀，暈咗添，快啲叫十字車！唉，總之呢白銀係惡賺嚟啦。唉，真濕滯，俾個白野婆搞足2個鐘頭。哦，小姐，真係對唔住，要你等添。唔緊要，我想沾支自身卦啫。哦，好好，貴姓專更，花女定順女呢？小姓李，今年23，舊年結婚。好，李姓順女品當天，占詞申請講好卦，周文王答話，詳情來試下。熬熬熬，單單單，咦？再叫你整金渣，班羅揸出馬，哎喲，終會搞唔掂，幫助救叫啊！單單單，拆拆拆，弊啦，李女士。依卦嚟講呢，唔恭喜噃，你梗係同丈夫頂頸，個老公就揼腳走。係啊，先生你真係靚噶啦。嘿嘿，失禮，唔靚啊，邊有咁多生意啦？唔係嚇你啊，整整下呢下離婚都似啊。我就幫佢咁，點算呢，先生？最正呢就問賠殺啦。我奉教噶噃。哦，好閒嘅啫，你好多教友都幫襯過我噶啦，我周時都有請天主、耶穌、聖母、耶和華降壇嘅。哦，咁好啦，你同我請基督啦。嘿嘿，價目方面你明噶啦。知道啦，嗱，呢度200銀。多謝晒，祈禱啦。一個個有李女士請基督，因為打領變心嘛，要憑神協助，請到耶和華在國公啦，要派藥實跟那種，佢匿埋邊一個窿啦，良緣重再做，便令佢意亂而遇嘛，三鞠躬啦，家屬謝禮啊嘛。切，乜你請主耶穌，好似請到死人開祭咁聲噶？唉，禮多神不怪嘅。我係耶穌。主啊，你救救我吧！你嘅事幹，耶穌知道。你冇做得下老公啊，Madam。佢怕你，而家走咗菲律賓揾問你，好快做得翻嚟你身邊。你要聽主嘅話，對佢死所念，多多祈禱，做得好人呢。多謝主啊！好啦，憑主嘅神力呢，一定感化你丈夫嘅。你耐心啲等佢翻嚟啦。唔該晒你噃，拜拜。又坤掂一單，請進。哦，先生光臨，蓬蓽生輝，請問高姓大名，有何賜教呢？羅絕良為王，一向教書在學堂，單生一粒仔，留學在外鄉，10年磨音訊，想知佢嘅生死存亡者，最好請得孔聖人。查出佢行蹤最理想，先生開壇問啦，請交200樣，200向敬謹奉上。好啦，開壇。
乾淨強水的大碟和菜，中藏青豆內有茅台，神水沙正的絕無青苔，大聖知聖孔聖先師奉獻，孔夫子來到場，我請閣下來調查健安，你一位良為王，個仔向外洋流學啊，音書盡妙，盼望凌晨你為佢來查探，乖仔向外角邊一單處方向啊。吳山孟我是也，阿信受100令，別代門人下拜。铮，徒孫不用多禮。請問阿信，孔聖大家何故不見降壇呢？孔聖先師心悲一間，戰火狂燃，生靈塗炭，為救萬民於刀兵水火，周遊列國，倡議世界和平去了，特派孟子見梁為王。可一句孟子見梁為王，王若受，不勸千里來，亦將有意離吳主府。唉，教不嚴就父之過啦，你個仔啊醫翻都嘥藥費啦。佢書都唔讀，響上邊食字稿啊嗰邊玩，又養咗金絲貓，佢好一賣拖鞋呀軟飯，又爛到輸到最凄慘，晚上成隻鬼咁啊！我睇你呢都係當生小哥啦，吳山去呀！唉，有子血池，令不尚哉啊！咦，梁先生，乜咁凄涼啊？孟夫子降嘆佢話：我個仔壞到極，勸我打輸數。當生小蓋喎，切好閒啫，乜可閒啊！我18代單傳，單飯買水都係旨意佢噶咯，切冇仔都死得嘅啫，冇你咁好氣，亂車大炮激到個白虎跳跳窒。喂，木哥仔，哦，眾人契媽。咩風吹你嚟噶？哎呀，乜你開口係及着你噶？你估我係紙紮嘅咩？咩風吹我嚟？講笑啫。咦？乜佢係個靚女啊？摸水咋？阿該係新上契嘅契女阿珍，呢個木哥仔啦。木哥仔，吓？乖，阿晶。你啲肉地又白又實，身材又凹又凸，又圓又大嘅眼核，櫻桃口笑得甜如蜜，十字纖纖又夠滑，豬膽鼻金貴夠密，芙蓉面又紅又白，娶到你呢都幾難唔發達咯。你過獎添，木哥仔。清心直說並無虛言，真係揾到暈，都幾難揾到你呢啲咁嘅靚女啊！咁你冇講錯噃，佢出名係生觀音之女。哦，眾人契媽，佢食咗邊家嘅茶禮啊？命正式係紅花閨女，因為呢太多人追，一心嚟問你。睇下佢配咩印字啱襯啫。哦，好多人追咩？
係定啦，羅羅亂亂，紅黃黑白、朱色印等，大概係800兩咁上下啦。哇，犀飛利噃！不過細細埋埋，剩翻3個咋？3個咩人啊？第一位係太主心，佢身家過千萬銀。第二老坑金，佢俾一等號借媒人。第三百幾馬，大鑽石來求換美人。你話邊一個呀？共真相襯。哦，你問我都幾難答覆你噃，不如請契婆嚟問下啦。邊處揾個契婆出嚟啫？月老啊嘛。啊，你個嘅負責都改話名，你顧住喎你。喂，老老實實啦，免費呢就即管請噶啫噃，若果要錢呢就冇咯。嘿，我同契媽都講錢失唔失感情啲啦，同你開壇啊！弟子虔誠奉請，請到姻緣聖母月老仙姑駕到道場指點花女阿晶終身大事啊！啊，成班契先契塞都喺度啊！嗰個太知心，見咗啲女人就暈，監過嘅嫁老坑金，手都生寡還無能，百幾碼就是見飯獨女人，三觀音揀老實至啱襯嘅，唔神去呀！細唔估到見菜化水咯，唉唉！咦，三姑，乜點解長遮短嘆啊？月老仙姑話3句幾都唔啱喎。哦，咁佢點主張呢？又佢話要揾個老老實實嘅人至嫁得過喎。哦，咁就要揀我啦。哈，你個嘅啊，你梗係踩喺個面懵高啊頂啦！你有幾多身家？愛得生觀音啊！咁100零萬都有嘅。你有100幾萬身家？乜冇啊？淨係銀行嘅存款都有90幾萬啦，間新屋成3000多尺，都值40零萬啩？呢個道場啊，你話止唔止值10幾萬呢？汽車都費事計啦。咁另外首飾呢？係呀，係嗎？你發下神經傻的神，不該跟茶木啊哥仔借錢俾壞人。你可以長氣又茶餐的，一蚊咁關心啫。佢一心幫你問下識一個老實人，覺得過份人啊品啊共觀音相近，月合良緣紅線相牽引。係女啊，我係紅書來逢人，相識多年木啊哥仔認真老實人。好心啦，契媽，人哋又唔係中意我，盞嘥聲壞氣啦。乜唔中意啊？我愛你嚿骨添啊，生觀音。你愛我？係咧，使唔使劏開個心出嚟俾你睇下？就算係，你都未必肯接納我嘅條件嘅。又係噃，都係傾賣噶啦，就罷啦。拜拜啦，木哥仔。乜拜拜啊？有條件即管講出嚟。阿木哥 L 呢個咪講啦。係咯，使乜怕醜啫？生觀音。第一條，我仲着緊服，仲爭50日至到期，我要除咗孝至結婚。得，唉，我哋可以訂婚先，50日後至結婚吓。第二條，結婚之後，你一切嘅行動都要受我管束。我梗係聽晒你話啦。第三條，我驚你口是心非，貪新忘舊，
薄幸無情。咁你定我可以當天發誓，誓願冇用嘅，契女要保障佢嘅終生幸福，佢要將你所有嘅銀紙同屋契交晒俾佢揸手，咁至肯嫁你嘅。哇！我成身等於抽筋三觀音，乜呢條辣到咁嘅，學令人驚心，一先繳清晒我寶行，成分就冇銀。係噃契女，冇錢啊點可以結婚呢？契媽，講錢係失感情啲嘅，我一試下佢嘅心事啫，點知即刻演形啦。若果真心愛我嘅，唔講錢啊，連命都可以俾埋我添啊！走咯。哦，原來你係試我嘅，我應承你，應承你，口話無憑，我同你即刻去銀行同狀師樓搞掂晒轉名手續啊！無謂啦。咪咁吊條扭鈴啦，同契娘即刻起程啊！唔怪得人哋話有陣時呢，真係度日如年噶。我聽晚呢做新郎，迎娶新娘。乜撳鐘撳得咁緊要啊？喂，入嚟啦！哦呵，黃太冇見好耐。黃太，黃你個死人頭啊！你又話749日隻狐狸精無蹤無跡，阿黃同我重溫舊好啦咁。唔係咩？阿黃同佢住埋啦。哦，咁就恭喜你喎，咁啊真係靚喎！阿黃收埋嗰隻狐狸精，咁啊無蹤無跡，唔溫舊好啦嘛。哎呀，原來個死鬼呃人嘅，睇你點衰法。係最衰啊！依家咁好咯。好，我搵人嚟閂你個檔。哼，你個衰人啊笑得落啊！仲話我套戲實收錢啊！咁而家冇錢賺咩？賺，雞毛鴨血啦！又話9成幾位，又話買飛冇龍，係啊！咁女祖先師又冇講錯噃，我話9成幾係空位啫噃，買飛就冇長龍咁解。哈！你個衰人，你乜仲講埋晒啲頂心頂肺嘅說話？等我出去同你破招牌至得。啊！今日係破日啊，頂啦！咁多事嘅。啊，先生真係多得你唔少咯。我入咗醫院之後，阿濟同家屬對我非常孝順，我嚟送個禮俾你咯。多謝齊老大，小意思啫，不成敬意過，請啊。好行，咁都鋸翻啲。你就鋸得過啦？你個死大炮精，扮耶穌降世嚟到亂點一通，話我老公去咗菲律賓下。冇，主耶穌話你嘅先生飛奔而走咁解，不過你聽錯啫嘛。哼，真係冇你咁好氣，佢而家俾個巴女收埋食軟飯啊！切，咁嘅衰鬼老公愛嚟做乜啫嘅？嫁嗰個啦！我猜過你啊，你個死鬼！你又唔叫你個老母翻頭假大炮精？哈！你跳幾大碌木咧？有刀咧我就破你兩邊噶啦！咁抵死，呃神騙鬼，話我個仔衰。唉，阿梁生，唔係我話噃，
係盲夫子話啫。哈！你仲得罪神人？你顧住後尾2年啊！我個仔圈內做咗核主能博士，得到嘅係諾貝爾獎，世界聞名啊！呢個幾大老千害人害物，終須有日呢，你冇可報噶！哼！我又過關啦！阿木叔啊，有人叫我送封信俾你。乖仔，嗱，俾個大餅你買糖食啊！多謝木叔。木哥仔親測，咦？睇下先，呃神騙鬼黑人憎，亂車大炮專累人，社會害蟲應警戒，業前奉送受觀音。哎呀，靚嘢，唉，真係冤枉你瘟疫去。